目前伫咧咱国内跨性别者，若是要变更男女登记，就先爱有手术挽掉性腺器官的医疗证明。有人权团体今仔是去到监察院来陈情，讲内政部这条规定分明就是已经违宪，所以一直唔愿修正，要求爱调查。 强制手术。人权团体手举票据来到监察院头前，不满就算司法已经几落届判决强制手术违宪，但是依照内政部的函释，下性别者若准备变更性别登记，就要交出已经摕掉性器官的医疗诊断证明。人权团体不满这款吞大人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的违宪规定，内政部到今还阁唔修正。确实应该要监察委员帮忙。 告诉我们的内政部说，不要再违法违宪了，赶紧把这个函释撤销。潘立明表示，第一件宣告强制手术违宪的小议案到今已经3年半，内政部也是唔肯撤销函释。面对地方行政机关的函询，也是回应讲，依照已经违宪的函释办理。讲白了，就是把这个锅甩锅给地方的基层的户政机关。 这其实根本就是内政部的怠惰卸责哈。人权团体指出，台湾下性别社群大约有1/4是非自愿性别，也就是无法度被定义是查甫也是查某。也那这非自愿社群内面，又有将近8成是支持免做手术换证的。当台湾政府将一群人视为不应该生育的治理对象，我们凭什么说台湾是一个尊重人权跟自由的国家？ 也那内政部提前一天就发新闻稿表示，性别变更除了当事人个人身份转换，更加牵涉到社会群体。当咧建议性别变更认定要走向法制化规范，日后也会配合法治办理性别变更登记相关事项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